Hello， 一种朋友说的啊，那你也找到梦早给指的这车啊，过王光啊，一些呢被多早到这个贵州啊仁怀后山苗族不宜走乡啊，一些呢被就让这个王文志老师么啊说一话啊，那让到学校里了嘛，因为民族特色小学那为了这个呢民族文化陈列室。啊，被周周老师们学习好了，我都容易加个。把蒙古的水米到这边蒙地球导多到这边导多海宁学校，那么现在我讲因为八次一些拿着别的学校的就是办理陈列室你觉得以前觉得够了啊。背后呢，是最主要是以指路方面咯，就是叫做陈列。那么但是以北蒙的，就是座机，北蒙的钢机和北蒙的座机叫做陈列的。那么上呢是北蒙的就是钢机北蒙的钢机，我说算是迁徙室苗族迁徙室。那么到越过的话，到的路的北蒙逐步的从越过一直走到现在的整体的节点。那么后的呢是属于是北蒙的，就是富士文化第1路板块，就是就是南朝的第1路板块。第2呢，但是要拖就是北蒙也收拖，那么它要多点拖呢，收入以后也收成不用拖如那时候别的就是浪道的一路滚筒，浪道的滚筒。第2话的是嘛，一般都凶了，现在还在用。那么现在别的马去烧了，然后呢，成立然后呢，看到北的蒙米多闽菜的能够包的北路那是叫做我能知的路那是北方蒙的多，路那是船收的那是北方的蒙闽你看蒙米多闽菜的我的作品呢，就那么展了后呢，让大家就是能记忆北方的蒙的对米多闽菜的，就是你把的汲取你把的兴趣。第2是让你把能够然后呢更多的话把感觉到自信接到快点了就是成品领导蒙，还冇我的是是3领导蒙是3领，那么就是成品导蒙。我那是也就是华文对华文呢对本来但是自己妈对的就叫做我的。然后被还对米多闽菜的被培训了，被对米多闽菜的接受了这中央国际频道4频道的粤方的就是粤方的家栏目亲自就是入被学校采访好也很多呢，我呢就是被就是也被那忙的就是忙的被就是节目呢，被节目那里炒那炒重就是我呢烧芝麻那这有芝麻那个板这芝麻那2个的东西来。那么一般的就是多炒，那么就是这么简单。然后说那爬升豆的我们豆的爬，那么代表就是要一般的人说这才弄豆的爬，绕的就是弄的是卤的盘豆弄的是盘豆，但是说的是弄的盘豆可能是就是一般的是菜菜重的话比节目那也是很朴实的，芝麻其他那种更高的华文。那么爬那是那东西是好看爬，就称为是人字爬人字爬又称为是剪刀爬那就是等于围腰带和的蛋呢。第3的话是很精致的第3的是全都是到蒙挖的第2的是全部是特挖的，全部一公一公的收的。你看后那个后呢，熬上了可以啷的对，熬上可以啷个弄好点的话，我那是要就是顶是长的就是蛮长的挖的所以的话就别的呢就是被蒙的种草完整的就是我那里那么现在就那个路头到呢
那么电缆呢是要被土地牢的哈，你把能够一代又一代的子段的哈，就是能够讲黑头了，能够发育哈，就是后代的话，你把是全靠是生存是靠往来生存的，所以比嘛烧到很多的话，就让别的影响的人了解，别的老是往前多了的，是往前是你把你脑好是。我是那整个这整个是往前是往前适度的对哈对，还得呢也就是比还得呢挖根的哈挖根的就是挖根的一下的道具呢都是挖根的，我那时候对挖根的我那是要就是懂。来用的懂，还没来的懂。你看我那是铜源他用铜源，对，那是就是材料嘛，就是挖根的，但是蛮懂挖。那么烧的时候，这个就是锅里就是锅里所有短米海哈，一直都最喜欢北蒙的钢鸡蒙做鸡对那哈，说到的得证书呢，但是十级国家级一级的，你这里讲你的证书，好呢，第二部分呢，第二部分好呢就是比如蒙的，就是我们的，就是文化呢，你嘛传统，嘛展能，门当还嘛挂嘛人，嘛现在还是嘛错的好。那么第呢，你还比你呢还得在嘛？那么以从头抽的那哈，就是为了一人也亲近一人用拿的用就拿了用炸第二种是嘛用的了起点，那么这样难能了，要好自己打整，对，第呢比那么烧肉的话是作为一种文化了，像就学生做电影呢传播，作为一种文化了，就电影传播。要北蒙当中还是比较重要的。对，还得呢话，对呢是要狩猎文化对东西的话，它是不把得老的，那么讨生存的话，它用的了，但是对那是很老的了，那东西被他们烧了，可到后呢，证明它被老的使用的东西的话那么现在在使用，但是让电影院更清楚，比把我们说的过的对那哈就是脑盖嘛，头嘛一般是嘛放对那哈一嘛，现在别的嘛的是小铁嘛，大概的是用的是就是火药枪对那是它是自制的就是火药，你看还得呢就是放把锅就是放酒也放高，然后还那是还那就是放把锅放把锅，然后第二都是被搞的活动的搞的活动图片展，到图片展，好但是被学校搞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对。北蒙呢最主要是就是呢错的混到的，那么就是城市打击乐器和这吹奏乐器是北蒙是最重要的，就是呢对，海地那是等于是比如北海地那可以说先开的就是蒙豆，还嘛比如蒙的主机，做成了。他通过了几次的，就是那种修改几次的出版的呢，做明做哇的，好，整体的比就是就整体的比的就是办的比的这钢就对蒙的钢机做机就这样的呢，就贵了就贵了好。